眾所周知咧，進口嘅家電做工精細，品質咧超級硬，咁深得港澳嘅街坊認可嘅。依家咧越嚟越多港澳嘅朋友喺珠海安家啦，咁點樣先可以揾到又靠譜又適合自己嘅家電呢？咁今日我哋就跟住專業嘅 sales 帶大家揭密最近好多朋友都瘋狂入手嘅西門子家電。Hello， 靜姐。Hello。西門子呢個品牌咧係大家都非常熟悉嘅品牌啦。點解咁多港澳人士對呢個品牌咁信賴呢？西門子係德國一家已經有178年歷史嘅老品牌，做嵌入式家電做到世界知名，主打德氣精工、智能科技。好多港澳朋友知道我哋啲品牌好襟用、款式新、售後好，所以佢哋都好願意過嚟珠海睇嘅。不愧係100年嘅老品牌啦，實力、顏值、服務都全部拉滿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廚房嘅空間係非常之有限嘅。咁喺屋企想做下烘焙，想煮下飯，咁個空間就會比較狹窄。呢度咧就係我哋專屬嘅烹飪神器啦，佢集合咗我哋而家常用嘅6種功能。我哋有常見嘅微波功能、空氣炸功能、燒烤功能、蒸嘅功能、燉嘅功能，同埋我哋有個真空慢煮，根據不同嘅烹飪需求，自動調整對應嘅火候同埋時間，加熱咧更加均勻。佢仲有自動100度嘅智能吹泡，一鍵自動烹飪，可以滿足全家不同嘅飲食需求。即係地獄廚神都秒變大神喎！係嘅，仲要係零失敗添。呢台機採用咗高端聲耀珐琅內膽，內高溫、內腐蝕，日常使用超襟刮，仲通過3,500個鐘超長壽命測試，品質好穩定。但係蒸烤機咧最驚就係藏污納垢啦。咁呢台機佢清潔起身會唔會好麻煩呢？呢台機咧佢搭載咗雙重智能自清潔系統，包含水路清潔加自動除水扣功能，唔使手動擦洗保養，有效避免內空異味。每次烹飪都公正衛生。不過煮飯咧就好開心啦，但係咧到咗洗碗嘅環節咧，就大家都唔想喐嘅。特別有好多朋友咧比較中意請啲朋友喺屋企聚餐啦，一大台嘅美食啦，沙煲冷餐咧。真係睇到都頭痛，唔需要擔心，呢部西門子蒸雷洗碗機幫你搞掂晒。佢有成20套嘅超大容量鍋具砧板，全套餐具一次性搞掂。佢有西門子專利技術蒸雷烘乾，純天然蒸雷石吸濕放熱，雷循環烘乾，唔會吸入外界嘅飛塵、濕氣、蚊蟲。烘乾後雷壁係非常之乾爽，冇水漬嘅，仲有5星級嘅消毒認證，除菌率達到99.999%，支持240個鐘熱菌儲存，洗完直接可以當消毒碗櫃，油坑位、高壓烹飪加5星除菌，油污細菌通通搞掂。咁佢容量大啦，乾淨有益菌，完全符合我哋港澳地區潮濕嘅天氣，完全係剛需嚟嘅。咁最近天氣咧比較潮濕啦，又落雨，啲衫全部都唔乾。靜姐可唔可以幫我哋安排介紹一下烘乾機呢？咁呢一套咧 IQ500嘅洗烘套裝就係我哋10公斤嘅洗衣機加10公斤嘅乾衣機黃金組合，大件被單窗簾都可以輕鬆處理。洗衣機並排靜音，超氧除菌，適合敏感肌嘅家庭。乾衣機採用低溫熱泵烘乾，唔會高溫灼傷啲衣物纖維、絨毛啦、絲綢啦都可以烘嘅。智能感溫，依乾即停，自帶專利冷凝器自清潔，長期使用放心又乾爽，徹底告別晾衫嘅難題。可以話係每個家庭換季同埋回南天必備嘅家電啦。日日都有乾爽嘅衣服着。其實西門子咧仲有好多家電啦，比如講我哋嘅雪櫃啦、煤氣灶啦、烘飲機啦等等好多家電，款式又新，可以俾大家選擇嘅。係嘅，我哋嘅上新速度咧比港澳地區要快好多嘅，價錢都好有優勢，直接過嚟咧就可以體驗到現貨，唔需要等貨。我哋仲有專業嘅物流運輸同埋安裝指導，售後都可以好放心。加上西邦家居仲有7大服務承諾，絕對可以令你放心選購。款式新，價格有優惠，配置又高，服務到位，難怪有咁多港澳地區嘅朋友嚟到我哋珠海世邦家居1號館西門子嚟買家電啦。除咗西門子，珠海世邦家居1、2、4號館嘅4樓咧，仲有將近50家知名嘅家電品牌，品類齊全，款式超級多。買家電嚟呢度就啱噶啦，快啲過嚟體驗啦！咁今日就好多謝靜姐為我哋嘅推薦啦。今期節目咧就到呢度啦，咁大家記得關注、點讚、分享我哋啦。要有更多嘅裝修資訊咧，我哋下期再見。拜拜。